大家好，今日係3月2號星期一。咁過去呢個週末呢，就真係風起雲湧啦。咁就好自然呢，今日要講呢，就避唔開呢，就要講喺2月28號星期六，伊朗當地時間呢，早上呢，大約9點半嘅時候呢，咁美國就對伊朗呢實行咗一次規模非常之廣泛又好精準嘅一個軍事行動啦。咁咧就喺幾個小時之內嘅一啲咁嘅即係叫做軍事行動中咧，就將伊朗嘅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佢哋嘅革命衛隊嘅指揮官啦，同埋咧大約另外嘅30幾名嘅政府高級官員咧，都係咧令到佢哋喺呢一次嗰個軍事行動之中咧就喪生咗。好啦，咁後續咧，咁伊朗個反應都好快嘅，咁即時咧就進行一啲報復性嘅飛彈襲擊啦，咁而即係襲擊嘅對象咧，就唔單單咧就包括喺中東地區嘅美國嘅軍事一啲咁嘅設施啦，亦都咧就去到一啲其他嘅國家嘅可能係重要嘅金融中心啊，或者係市區啲建築物咧都受到波及。好啦，咁呢一次個事件咧，咁有啲人就話：咦，係咪真係第3次世界大戰嘅開始咧？咁樣嗱，咁其實之前咧，就美國同伊朗嘅嗰個叫做談判對話，同埋特朗普擺出嚟嗰個非常之強硬嗰個叫做死線啦。如果唔答覆咧，就會咧就係死亡。好啦，咁其實咧包括我自己在內咧，咁都仲係咧有一個咧就叫做盲點咧，就成日覺得咧呢一個咧就特朗普嘅呢種咁樣嘅叫做設定死線，跟住咧就要你遵從佢嗰個，即係翻去同佢傾啦。跟住咧就俾出一個佢滿意嘅答案咧，都係有少少就係佢嗰種所謂叫做談判的技巧嗰種咁嘅手法。但係估唔到咧，就呢一次咧呢個伊朗嘅軍事行動咧，就突破晒之前呢啲框框，咁亦都可能咧就令到市場咧有個措手不及。咁呢一次個軍事行動咧，其實有幾點咧就比較值得大家留意。第一咧就係話咧，其實美國同伊朗個談判過程係未完嘅，咁大家就諗住你係傾緊咧，即係兩國即係叫交戰就不斬來使咧，仲可以傾下咧，點知就突然之間咧就喺嗰個談判過程中或者叫做接近嗰個尾聲咧，就出現咗呢個軍事行動啦。第二咧就係好精準地咧，就即係將一啲叫高級領袖或者叫目標人物咧，就完全咧就殲滅咗。咁第三咧，其實咧就個範圍比較大啦。就如果你話係上一次即係唔夠2個月之前嘅嗰次對委內瑞拉馬杜羅嗰個行動咧，嗰個其實就小規模好精準，捉咗佢就翻咗去啦。呢次咧就嗰個襲擊嗰個範圍咧比較廣泛咧，動用嘅武器亦都非常之多。好啦，咁後續會係點樣咧？嗱，咁其實而家就個市場就覺得，咦，好似好亂啦。咁因為你睇嗰個相關嘅一啲咁嘅新聞報導咧，咁第一就話整個區內嘅一啲就話嗰個航班啊，包括嗰個郵輪嘅一啲嘅航線咧，全部咧都係受到阻撓，甚至乎停頓啦。咁伊朗亦都威脅住咧，就對所有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 target 咧嘅目標咧，都係會摧毀佢哋嘅。好啦，咁而家睇到就話咧，如果按照呢個咁樣嘅即係方向去發展咧，咁呢個戰爭咧，其實咧就可能咧有幾樣嘢咧，就值得大家即係我哋一齊去睇下啦，個發展會係點啦。咁不外乎咧就3種可能嘅啫。第一咧就係話咧，經過咗第一輪而家呢個咁樣嘅叫做軍事行動咧，美國咧就可能咧就會同伊朗咧尋求一個叫做短暫或者係一個叫做停火協議。咁如果有呢個停火協議落實咧，咁喺時間上咧就俾到大家有一個緩衝，就可能咧就積極地咧就睇下有冇方法可以避免咧下一次更大規模嘅一個軍事嘅一個戰爭啦。咁令到呢個市場咧就稍微咧可能會安心啲，咁令到油價咧亦都可能咧就唔會咧經歷嗰一啲叫做過山車啊、大幅波動，或者甚至乎咧真係咧因為嗰個戰爭嘅壓力咧就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就一路向住咧就好似一啲大行嘅分析報告啊，或者彭博咁樣預測咧，就衝破$100一桶。好啦，咁第二個咁樣嘅可能性咧，就係話咧嗰個德黑蘭，即係話伊朗啦，經歷咗呢一次嗰個美國嗰個軍事行動之後咧，咁佢嘅高層嗰個領袖咧就已經係叫做差唔多叫做癱瘓咗啦。咁而家都係依靠住咧現任嗰個總統同埋一個叫過渡委員會咧，去到執行翻或者管理翻成個國家。咁我哋喺而家嗰個一啲資訊嗰度睇到咧，
其實咧，雖然你話特朗普喺呢一次軍事行動之後咧，就公開呼籲德黑蘭嘅市民啦，或者伊朗嘅人民咧，就起嚟咧就推翻即係所謂呢個叫做伊朗嘅極權統治啦。OK， 好啦，咁但係美國呢種叫做淨係用一種叫做我幫你做咗第一步啦，就殺晒佢哋，跟住咧你哋自己出嚟搞翻掂佢咧。咁其實咧你又睇唔到嗰個動力喺邊度啊？因為咧伊朗呢個叫做統治經歷咗咁多年啦，咁佢一定係有一啲叫做已形成嘅一啲叫做管治架構啊，甚至乎有軍事力量啦。OK， 咁一般平民百姓之中咧就冇軍事力量嘅。好嘅，咁如果你唔靠外來嘅一啲叫做助力咧，單靠佢哋自己上街遊行啊，跟住咧就可能係襲擊政府建築物啊，跟住咧就呢一類咁樣咧，基本上就動搖到而家嗰個統治權嗰個叫做覆滅咧，其實咧就個機會唔係特別高嘅。好啦，咁如果係冇呢種咁嘅情況出現咧，短期之內咧，德黑蘭就唔會變天嘅。好啦，咁即係話咧唔變天之餘咧，咁即係話同美國呢個叫做對抗，或者呢種叫做軍事衝突咧，就一定係會持續落去嘅。好啦，咁即使你話即係有呢個可能而實現到啦，咁亦都咧可能咧就嗰個混亂期，即係話你 take over 咗佢，跟住咧就中間有可能入邊嘅派系啊，好多啲勢力咧都互相咧其實叫奪權啊，或者係要叫做咧就要邊個係一個叫做代表人物可以同美國即係話咧商討之後嗰啲咁樣嘅民主措施又好，或者係咧點樣令到呢個國家回復翻一個正常嘅一個叫做管治咧，咁都係抗日持久非常之長時間嘅。好啦，咁呢一個咧其實咧即係代表住咧整體嘅過程會好長，咁而喺個長時間入邊咧一啲不確定性咧一定係存在嘅，反反覆覆咧，咁呢樣嘢其實就唔會令到個市場覺得完全係因為出現咗呢個德黑蘭嘅呢個政權嘅改變咧，而可能就鬆一口氣，反而佢會覺得後續咧會唔會咧就更加帶嚟一啲咧不確定性嘅，包括可能就話有啲人民可能就唔喜歡啦，或者佢哋即係就可能向周邊嘅國家即係話逃難啦。咁你造成一個大量嘅移民潮啦，咁對周邊國家就造成一啲壓力啦。咁而喺呢個混亂當中咧，可能咧就嗰啲咁樣嘅零星嘅一啲叫做奪權啊、戰爭啊、暗殺啊，就無日無之嘅。咁咧都會造成咧就話咧嗰個叫做即使嗰個而家嘅現時嘅德黑蘭嘅統治權即係覆滅咗新嘅上台咧，咁中間嘅過程會好長嘅。好啦，咁第三個可能性咧就係話，搞唔掂，都係咧打完第一波之後咧，伊朗嘅現行嘅統治權咧，仍然牢牢掌握住咧嗰個咁嘅管治咧，咁即係話同美國呢種叫軍事對抗咧就會持續。咁持續嘅意思即係話咧，可能有第二、第三波嘅呢個雙方互射飛彈啦。咁因為特朗普都講過啦，個軍事行動係會持續大約4個禮拜。咁如果佢達唔到佢自己心目中嘅結果咧，就會一路繼續落去啦。咁相反地咧，伊朗作出嗰個叫做反擊嗰個行動咧。而家呢一刻咧，第一 round 咧，我哋見到咧，就大約咧就射咗咧，即係據統計咧，即係話被受襲國家報告佢哋有幾多飛彈跌咗落佢嗰度，或者擊中佢哋目標咧。但係大約咧，伊朗咧就射咗大約1200枚嘅彈道導彈。好啦，咁根據一啲叫軍事數據啊，或者一啲媒體嘅報導咧，伊朗估佢而家咧，即係而家估伊朗咧，其實儲存或者一啲彈道導彈咧，大約咧就係3000枚至3200枚左右啦。咁佢今次咧就射咗1200枚，咁即係話咧冇咗射咗1/3㗎啦。咁剩低落嚟佢嗰個庫存同埋有冇能力繼續執行呢啲叫大規模嘅叫導彈襲擊咧？咁如果佢再射多一次，又係射1000枚咁樣，咁啊冇咗2/3啦。咁再落嚟，如果美國繼續對佢施加呢個軍事襲擊，打多幾 round 之後咧，就冇彈藥㗎咯喎，係咪？好啦，咁呢個就係一方面個統計就話咧，懷疑咧伊朗有冇呢個叫做執行報復嘅能力啦。咁其實咧睇翻呢一次嗰個伊朗嗰個報復行動咧，除咗佢有1200枚嘅彈道導彈之外咧，亦都同時出動咗好多咧就無人機。咁大家都知道無人機個成本就好低嘅。咁大約咧，如果你話而家嗰個美國嘅防衛導彈系統，咁可能咧大約咧就set 一台咧，咁可能咧就大約估計啊大約係420萬美金至450萬美金咁啦。咁但係如果一部無人機去襲擊咧，咁啊成本平好多喎。咁如果大約以而家叫做
俄羅斯所擁有嘅無人機嗰個製造成本價咧，可能係大約係講緊幾萬蚊美金，即係2萬到5萬蚊美金不等啦。咁嘅理論上咧，如果德黑蘭擁有呢個同樣嘅呢個叫製造無人機嗰個實力咧，咁佢咧其實擁有無人機嘅數量就可以好多，咁可能係你喺一個月做幾百架，跟住咧話繼續不斷咁生產啦，咁呢個咧都可能咧就話咧會非常之接近啦，即係話呢個叫做可以持續落去咁進行呢個侵擾或者嗰個襲擊行動啦，咁就會令到個戰事咧就會曠日持久。好啦，咁而家其實金融市場咧睇翻呢件事件係經過咗週末，咁到而家今日咧星期一早上咧嗰個開市咧喺香港呢邊咧恒生指數咧就而家大約跌緊600幾點啦，咁就喺入邊嗰個成分股入邊咧，咁通常跌得比較多啲就係一啲可能係之前升得多啲啦，一啲可能係醫療嘅股份啦，包括咗一啲金融類股份都跌啦，平台股亦都會跌啦，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啦，咁升咗啲咩嘢咧？喺呢個逆市之中咧，其實得幾樣，一就係黃金股啦，或者金嘅 ETF 啦。咁因為要對沖呢個風險啊嘛。第二咧就係啲電力股咁就見到咧都仍然係逆流咧繼續升嘅。咁就因為 AI 嘅運算嗰啲比較長遠啲啦。咁同埋喺中國呢邊嚟講咧，其實就真係你話受到呢一次嗰個叫做中東戰爭嘅影響咧，其實都可能喺體現咗一個油價方面啦。咁就因為咧就而家睇翻成個嗰個格局咧，喺呢一次嗰個叫做戰爭之後個油價咧就好大嘅一個叫做風險就會向上升啦。咁邊啲國家會係受惠，邊啲會係叫做有影響咧？咁根據而家全球嗰個產油嗰個出口石油嗰個分佈圖去睇咧，咁其實最大咧都係俄羅斯啦。咁跟住第二咧就係沙地阿拉伯，跟住第三就加拿大，跟住就伊拉克、伊朗啦。咁就邊啲國家會入口最多嘅石油咧？咁就中國係最多嘅，跟住就印度，好啦，同埋一啲叫做東南亞國家啦，好啦。咁所以睇起上嚟咧就話咧，如果油價繼續飆升咧，咁俄羅斯同埋加拿大咧就應該係最受惠。咁點解唔係沙地阿拉伯？因為佢喺嗰個戰爭區入邊亦都咧好多石油嘅，可能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咧就出唔到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其實就唔受惠啦。咁伊朗直情停止咗個石油供應啦，係咪？咁伊拉克都係啦。OK 啦。咁所以咧喺呢個咁樣嘅嗰個環境之下咧，咁啊油價咧係一個最大嘅一個叫不確定性因素啦。咁個市場估計咁究竟會個油價升到邊咧？咁可能你攞翻伊朗本身嚟講咧，佢就佔呢個石油出口全球咧，大約係5%。咁就有一啲叫做學院啊，或者係啲機構分析就話咧，如果嗰個全球石油供應係短缺咗1%咧，油價咧就會上4%，咁即係大約係5倍到啦。咁所以咧，如果係呢個4倍到啦，咁即係話咧，如果嗰個伊朗完全停產咧，咁嗰5%咧冇咗咧，就會導致咧油價升20%。好啦，咁以此類推啦。咁所以咧，如果成個霍爾木茲海峽係而家佔全球石油供應咧，個渠道咧大約20% 嘅話咧，咁你將佢乘翻4咧，就變咗係80%。因為油價咧有機會咧就被推高咧80%。好啦，咁所以就推到咧就話咧，由而家計或者可能係70蚊美金一桶嘅石油咧，可能就會去到110或者以上嘅石油嗰個價格嗰度。好啦。咁其實呢種咁樣嘅即係叫做演算或者推斷咧，都未必確實反映到而家市場或者喺一啲叫做最恐慌情況之下咧會發生嘅情況。因為咧呢一次嗰個軍事行動咧，就我諗就而家睇就話個金融市場都係叫做觀察緊嗰個影響有幾大。咁而個影響有幾大嘅先決條件就係呢個伊朗同美國嘅嗰個軍事行動會持續幾耐啦，個打擊範圍有幾大，就會唔會出現我哋剛才講到3個可能出現嘅方向。第一就話停火啦，第二咧就德黑蘭咧就改朝換代，咁第三咧就係個軍事行動咧就會持續。好啦，咁無論係邊一個方案出嚟咧，咁其實因為美國諗下咧，就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咧，就係一個新嘅帝國主義嘅興起或者叫做實現啦。咁呢個咧就好諷刺地咧，就自我完成咗不特止咧，而且仲係行緊嘅。OK 啦，咁你而家全球基本上咧，喺特朗普嘅一個叫做影響之下咧，呢個美國嗰個帝國主義咧就特別明顯，就係佢一人話晒事。好啦，咁其實就好隨機性嘅，唯一嘅邏輯咧，你可以估到就係咧，你千祈唔好企喺特朗普嘅對立面。
如果你企喺佢對面咧，佢分分鐘咧就可能咧你命仔都冇埋嘅啊！咁因為咧你見到就係咧，佢係針對性咧就話咧，所有佢認為你係即係主導咗某啲叫做佢認為係叫做邪惡嘅行動啊、極權統治啊，或者你唔聽佢支笛嘅話咧，咁佢咧喐咧就其實就一係就溫和啲就捉咗你啦，跟住咧如果即係要好似呢一次伊朗你見到直情係咧喺個死亡係啦，即係佢講得出就做得到嘅，好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就會令到咧好多而家即係可能係甚至乎美國本身嘅盟友啦，或者佢嘅敵人咧，都重新評估究竟點樣去即係 deal with 美國呢種咁樣嘅狀況啦。如果你係佢盟友嘅話咧，咁譬如你話歐盟咁樣啦，咁其實喺呢一次嗰個軍事行動入邊咧，德國、法國同埋呢個英國咧就即時跳出嚟就話咧，呢一次佢哋完全冇參與美國嘅軍事行動。咁而外資第一就話咧，其實你要報復就唔好揾我啦。第二咧就話咧，美國可能事先都冇通知佢哋，就單方面做咗呢個咁嘅行動啦。咁所以咧，你作為佢嘅一個叫做盟友啦，或者叫做企埋一邊咧，咁其實有啲事情咧都唔係你預先可以知道，甚至乎喺控制範圍之內啦。咁如果你係企咗特朗普嘅對立面咧，咁分分鐘咧就話呢種叫做斬頭行動啊，就會可能會發生喺你身上。咁大家就要重新評估究竟點樣同佢去進行呢個叫做角力啦。OK， 好啦，咁呢個就係而家我諗就暫時咧睇到嗰個市場嗰個變化啦。咁除咗股市可能會因為咁而有啲震盪向下之外咧，咁其實美金亦都因為咁樣咧就短暫轉強，因為咧喺所有過往一啲叫做戰爭或者地緣政治風險入邊咧，除咗黃金或者可以叫做對沖風險之外咧，好多時咧其實咧美元咧本身咧都係一個叫做對沖風險，即係你揸最強嗰個啦。OK， 咁變咗咧，亦都避免咧有一啲叫做不確定性啦。咁所以美金嗰個對其他貨幣咧係轉強咗嘅。咁唯獨是金就升啦，其他貨幣都翻啲少少啦。不過如果中長期去睇咧，其實美國呢種我哋之前分析過佢嘅叫帝國主義又好，或者咧佢同全球貿易嗰個叫做情況啦，即係去美元化咧，咁其實都會削弱咗美金咧作為一個叫做最穩定嘅貨幣，因為你唔知道而家睇落去最強啦，但係如果呢種戰事抗日持久嘅個範圍越影響得大嘅，甚至乎有一啲叫做恐怖襲擊發生咗喺美國本土咧，咁其實就可能出現翻類似911嗰種情況，就大家覺得咦，其實美國都唔係銅牆鐵壁喎，有機會咧就受到呢啲叫做恐怖襲擊所影響咧，咁大家就覺得美金可能都未必係一個最安全嘅資產配置，咁可能就尋求分散風險啊，因為實在嗰個不確定性咧，即係好難講。你獨孤一注去壓落美元嗰度咧，分分鐘咧就嗰個損失就更加大啦。OK 嗱，咁睇翻香港呢邊咧，咁我諗就暫時嚟講咧，嗰個股市嗰個影響就跟住外圍嗰個波動性啦。OK，咁另一方面咧就話咧，睇翻過去即係已經2月過去啦，咁而家3月2號即係開始第一季都去咗2/3，剩翻1/3啦。睇翻年初到而家咧，其實咧全球個股市嚟講咧，亞洲股市咧其實咧就係真係叫做跑贏咗。但係咧就唔包括香港，因為香港恒生指數都仲係咧喺由年初去到2月底咧，都仲係咧其實就比舊年咧都係跌咗啲嘅，咁個幅度咧就可能跌咗2% 到啦。咁乜嘢跑出咗咧？韓國股市咧就應該係升咗大約2成20%啦。泰國股市咧升咗15%。咁日本同埋台灣咧，因為芯片類啊嗰啲人工智能嘅一啲咁嘅股份咧，咁亦都令佢係升咗10%。咁所以咧成個嗰個全球股市嚟睇咧，至到目前呢一刻咧，都係亞洲股市頭先我哋講嗰4個跑贏咗嘅。咁美股就係其實就冇乜進帳啦。咁歐洲咧可能喺呢一次嗰個即係伊朗戰爭之後咧，都會有啲資金咧就避險就去咗其他地區，因為歐洲太近中東啊。咁如果嗰個叫做軍事行動持續或者擴大咧，佢哋都會受到波及嘅。咁所以呢個都係而家嗰個資金配置咧考慮緊。咁暫時嚟講，金價咧，因為咧就較早年初嗰陣時最高5500蚊，就回翻落去5000蚊樓下，咁而家又上翻嚟5300咧。短期之內，咁我諗嗰個伊朗局勢都會係唔明朗咧，咁個金價應該就會有支持嘅。咁破翻上去5500都唔係一個好難嘅一件事情啦。咁所以咧短期之內都係可能係易升難跌，係啦。